伊在地自创品牌进军台南市中心以及镇区的时隆轩大饭店，已经要请迎迎接3周年。2周年庆期间，业者除了推出印尼舞团等多元族群的表演，让旅客一日大厅得当感受异国风情。嘛推出伫美食之都国际餐饮艺术挑战赛当中，摘下金牌当中金牌等料理成绩，要甲市民分享，嘛要互大家一个啉食，就知影是台南味。我们的团队都很年轻，然后都很愿意做一些在地推广的部分，因为 ESG 的理念就是用在地的食材，然后来做一些料理上面的演绎，或是在这个住房上面的体验。为了肯定该饭店营运3档，就通过5000家旅馆的认证等绩效，市场委托嘛前来见证因打造在地品牌、营销标杆的用心。尤其它所在的位置所提供的服务品质，以及整个餐饮的服务都是中间的佼佼者，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在喜隆轩能够伴随台南的成长，能够更加经济更加好，能够引领台南的这个餐饮旅宿业。大家分享是11月18号，该饭店发挥企业社会责任，嘛将举办第3届关怀行动，号召民众踊跃参加。台南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。